新竹县的峨眉湖原地会使坐船游览来赏景，不过进前因为5月份疫情爆发，佮加上合约到期，船帮是停卖8个月。即马重新申请了后，元旦即天也已经恢复营运。美丽的峨眉湖风景，坐在船顶看过去，湖面有完全无同款的感觉。进前因为疫情影响，加上合约到期，停驶8个月峨眉湖环湖游艇，元旦即天重新恢复营运。游客总算会使坐船欣赏，感觉真欢喜。还不错，因为我没有来过，是第一次来啊。都知道有这个电动的船，都带带小朋友来。以前倒是没有啦，特地来做，对不对？对。业者讲，疫情转好以后，佮当着合约到期，无法度营运，这几个月来完全无收入，实在真歹过。真期待重新开放，会使再来业绩。对，起初是因为疫情影响，那后面也是因为我们合约到期啦，然后重新招标签约，所以刚好今年1月1号重新开航。毕竟停摆了这么久嘛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我们赶快复航。这届业者引进2架较无污染的电动游艇，一抓游湖行程30分钟，配合船顶的导览，希望游客除了欣赏风景，也更加了解峨眉湖的特色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